来关心食安的问题，台北市有民众去烘肉店食饭，结果咧啉红茶时阵，煞去食到咖纸。目前这间店是已经暂停营业啊。另外，阁有人去餐厅食饭，内底竟然有发现到2公分长的尖头，业者有赶紧来回实咧，表示这尖头有可能是伫遐咧注射时无细字长伫咧肉内底。 店门口打暂停营业的广告，因为有网友伫社群平台打文讲，29来台北南港车站这间出名的连锁烘肉餐厅用餐，无想到点一杯冰淇淋红茶，竟然去啉到一只咖纸，当场规个变白。很扯的，有点夸张。我觉得要检查一下会比较好。蟑螂应该也不小只吧，怎么会没有看到？对吧？就是觉得大家都可能疏忽了吧。 卫生局是讲会派人去稽查，针对面门网红地店进行查核。另外，伫台北市公馆某一间盐肉店嘛出现食安问题。一个网友讲，进前去盐肉店用餐，餐点内底竟然有2公分长医疗用的注射针啊！业者有打电话回实的，表示这注射针啊有可能是顶手厂商注疫苗将肠底内底留落来。看到就是拿出来之后没有就是当下没有很直接的反应，可能就觉得它是异物。 可是最后等清理完了之后，才发现它就是一个药用的针头。查案内相关食材未见有异物，但查有食品业者登录未更新，未立即出示从业人员体检，避免防治记录、猪肉经货单据及冰箱温度记录等缺失，已要求信息改善。 卫生局是讲，这件注射针啊事件已经第18派人去稽查，并无发现食材有任何问题。同时也通知农会甲营地合作社联合社，加强辅导营地户，若是发生类似情况的时阵，爱随做记号处理，避免猪仔杀了后流入消费者的市场，影响饮食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